台南大湾东百货为迎接新年的来到，特别推出小笼包市新春的福袋，将伫农历正月初一，伫金丰路的大门口现场来贩售，每一个500块，享有相同的好礼。除了有商品券500块，还有餐饮的费用券100块，另外还可用来抽 iPhone 的大奖。我们今年将在大年初一采现场的销售，那每份现金价500元，总共有300份，售完为止。那每一袋都有双重的一个赠奖机会。那第一重基本奖就是有远东的商品券500元，加上100元的餐饮食宿抵用券。那第二重就好运奖，就是我们在现场这边有30份的一个这些好运奖。那最大奖就是今年的最大奖就是iPhone 的16的128G 的一个手机，这是我们的今年的头奖。那春节期间呢，欢迎大家来到大圆柏走春来抢好运。另外，甲远东百货异业革命的，还有北山尾乐里门天后奖，今年嘛提供100个天后奖的通宝，加上妈祖的税钱，要来甲民众来结缘。我们跟大圆柏其实合作已经有大概应该12年有了啦。就是除了过年我们会跟他算是另类的异业结盟啦。大圆柏都会跟我们庙方索取一些税钱跟通宝。然后在过年期间，发送给来这个大圆柏的一些民众，预计有100个那个税钱100个税钱。那本来是有300但是有一些是到我们那个板桥，板桥跟桃园店那边也都各有100，对一个税钱这样。台南大湾东百货甲乐里门天后奖双方合作在2档，除了过年应景的税钱甲通宝。另外，情人节还有元老祝福的活动，欢迎民众新春的假期做回来大湾东百货来行春抢好运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。